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閘箱都相當齊嘅喎。睇下邊啲馬肯走啦，前面快嘅馬埋邊位置數出嚟啦。粉紅眼罩、禪聖輝煌、淺藍帽、非為僥倖啊，出邊太易穩走上去喎。第4位係安裕嚟㗎，第5位中檔大浪淘田呢，入邊呢仲有安慶啊，紅衫白帽啊，跟住個第6嘅。第7位拖翻住先，有康樂高球啊，內欄位置大約尾5就勁速威龍啊，尾4喜蓮勇敢啊，後邊3匹馬智取神駒、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係天象龍區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2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太易穩放頭啊，跟住喺第2位呢，有非為僥倖嚟㗎，埋欄第3粉紅眼罩有禪聖輝煌啊，安裕就第4啦，內欄第5位呢仲有安慶啊，出邊有大浪淘田啊，外邊走咗上去喎，有藍衫嗰隻就天象龍區嚟㗎，出邊跟住走嘅馬有喜蓮勇敢啊，尾4紅衫紅帽康樂高球啊，後邊3匹馬粉紅眼罩就勁速威龍，外邊美麗同享，中間夾住呢仲係智取神駒嚟嘅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啊太易穩，拍住中間係非為僥倖啊，出邊湧咗一湧呢，就天象龍區第3位，中間第4安裕，內欄第5仲有禪聖輝煌，出邊第6呢，紅眼罩就係喜蓮勇敢啊，第7位白衫紅袖移出嚟中檔，仲有大浪淘田啊，後啲嘅馬康樂高球呢，就要揈出去外邊噶啦，再外邊嗰4隻啦，智取神駒就搏入邊，掟大外檔仲有隻美麗同享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太易穩鬥緊非為僥倖嘅時候，天象龍區外邊追，出邊有一隊大浪淘田上緊，最出揈下條脷，仲有隻喜蓮勇敢啊，馬林中間勁速威龍啊，最後100零米勁速威龍埋邊左穿右插上咗嚟，捧走呢個1月杯啊，第2名嘅馬呢，大浪淘田，第3呢，出邊喜蓮勇。